第三方支付是真利便，不过却嘛去互非法的集团利用来洗钱。司法部法务部等单位和第三方支付服务业工会是做伙开记者会，要加强管理，同齐主动洗钱。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提供多元方便的付钱管道，包含亲像信卡、路卡、飞机票号、超充代币交钱等，促进微型电商的发展。暗过所传出，破获犯罪集团看重多元方便的支付管道，方便缴获集金，进一步锁定第三方支付做不法洗钱行为。这个第三方支付现在其实是一个许多民众每天都在使用，但是又不太明了的一种科技。现在很不幸的也变成一个就是诈骗集团或者是一些歹徒他是洗钱或者是进行诈骗的一个工具。为阻止不法洗钱行为，司法部成立了后，台湾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伫112年7月创立服务能量登录制度，确认实际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家属。114年1月开始，佮启动全面性实际审查甲限制查核机制。在今年，我们已经查核了49家，我们限期改善25家，其中有需要被裁罚的业者总计有8家，裁罚的金额是273万。重大违规的业者，我们也已经废止了3家。那么我们预计在下个月的月底，我们就可以完成100%的这个现地查核。3项的宣示，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第二个东西是我们产业内的自律；再来一个当然是产业的发展，因为我们要把这些不法业者剔除。产业界算是做了承诺，但现公司协力防治洗钱创新模式。工会成立向定第三方支付服务产业进入新的里程，透过营造会员宣示自律，高担心业者甲主管机关之间的沟通平台，同时反映产业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